我覺得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值得去睇嘅一本嘅生育導論啊，因為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 approach 咧，就係佢嘗試去用一種好深入淺出嘅方法。呢一本生育導論，我覺得係有一個好有特色嘅位嘅，即係我哋見到坊間有好多好大嘅生育導論啦，或者一啲好仔細嘅生育導論，但係佢就唔係行呢啲好仔細嘅路線嘅。咁佢就用一啲最平民嘅語言，佢英文都唔難嘅，主要係用一種描述性嘅語氣咧嚟到去同大家介紹。咁啊，然之後，其中一個我覺得非常之難得嘅地方係，佢喺每一個書卷入邊咧，去介紹唔同嘅 topic 嘅時候咧，佢唔會話咧係避開一啲好難解嘅議題嘅，佢係好直接切入就去討論一啲好經典嘅 debate 啊，跟住好快地讓你可以捉到或者掌握到嗰個議題其實係點樣去討論啊，或者有啲咩議題係對於嗰個書卷嚟講係好重要嘅。咁啊，呢一個咧，佢反而係做到一個雖然係好淺嘅一本生育導論嚇，可能好多老師或者好多同學咧讀佢嘅時候會覺得好似好簡單嚇，太過簡單。咁但係我自己反而會覺得佢有一個好處就係讓你好快速地可以掌握到嗰個書卷嘅特色啦、主要信息啦、一啲好難解嘅議題啊。係呢個係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佢其實唔單止一本書啊。你當佢呢一本書咧，其實只係佢成個 project 入邊嘅，可能只係得一半嘅啫。另一半咧係網上資源啦，而嗰個資源咧就係 Baker 嘅Academic 為佢度身訂造嘅一個網上嘅資料庫。佢有好多延伸嘅材料嘅，譬如唔同嘅地圖啦、唔同嘅議題啦、特別有趣嘅一啲嘅經文啦，跟住有好多唔同嘅表格啦。甚至乎喺個網上資源入邊咧，係有 Mark Alan Powell 佢親自解讀嘅，或者親自嘅解説嘅，係好似睇緊一個講座或者課程咁樣嘅。咁所以佢網上有另一半嘅資源，其實都係非常之豐富。咁啊，呢個可能只係其中嘅一個，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導賞。如果想再深入咧，係可以去到網上去揾嗰啲資料去睇嘅。咁呢個我覺得都係其中一個即係同其他嘅生育導論唔同嘅地方。